是台中有诚心的餐饮业者帮后里启明学校来加菜，有面、有胖、有鸡排，互全校的师生拢感觉真温暖。 煎甲酥酥脆脆鸡排夹去袋仔内底，另外一边豆煮乌龙面含高草鱼熟胖，全部拢总有正百分，卖送互后里启明学校的老师学生啊食，每一个同学拢食甲真满足。以后我也要像这样，我有能力的时候，我要更帮助其他的人。做餐饮工课真侪年的陈金河，因为知影启明学校的学生有身心障碍，要出门较无便利，加上真侪囡仔的家境较歹，一工想要食到3顿都问题，所以为107年开始就发动加菜活动。未来他们也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来服务社会。另外，这摆阁装着182箱的牛奶，卖送予启明学校田径队学生。学校嘛讲，感谢好心胸的人甲因斗相共，互囡仔感受到真侪温暖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